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manda。琴日就有新聞講咗啦，黎智英就唔會就刑期上訴噶啦，連佢自己都知道啊，證據確鑿就罪有應得啦，上訴都係嘥時間。今日就想同大家分析下，就黎智英被捕之後啊，外國勢力點樣塑造黎智英嘅人設呢？由捍衛新聞自由嘅工作者啦，到虔誠教徒，再到民主梟雄，而家仲加埋受迫害嘅升級囚犯呢個設定啊，真係玩到出神入化嘅。咁啊，究竟真係咁偉大啊，定係呢個精心包裝嘅政治操作呢？等我逐一拆解俾大家聽下啦。咁啊，講到黎智英啦，大家第一時間就諗起佢間《蘋果日報》啦。咁係啦，呢份報紙呢，真係好多人睇住大嘅，包括我啊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呢？1989年呢，佢係靠賣呢個民主 T 恤呢，發呢個國難財而起家嘅。然後就搞咗份報紙啦，主打呢就係揭人私隱啦，狗仔隊跟蹤呢啲名人啊。再加埋啲煽情嘅標題，日日吸引啲人去買嚟睇嘅。咁呢份報紙嘅手法本來就好少報噶啦。咁啊，偏偏咧又可以俾佢標榜成為香港嘅新聞自由象徵。你話奇唔奇怪啊？咁啊，唔單止做娛樂式嘅報導啦，仲用《蘋果日報》去報導一啲極端嘅社會議題啊，挑動民怨，播下呢啲反政府啦、反祖國嘅種子，然後等啲讀者又慢慢吸收，最後就爆發咗出嚟啦。咁樣嘅傳媒操作啊，係咪真係捍衛呢個新聞自由呢？其實大家心裏邊呢都係有個數嘅。咁啊，黎智英話佢自己係呢個虔誠嘅天主教徒啦。1997年啦，仲入埋教添，揾咗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嘅編輯阿彪呢做佢嘅教父。你話奇唔奇怪呢？教父都係美國人啊，仲做呢個傳媒人添。咁係咪想揾個美式嘅加持呢？外媒成日都話佢係虔誠嘅教徒啊，但係我真係好難理解啦。咩叫虔誠呢？佢有冇做過啲咩感人肺腑嘅善舉呢？咁啊，最多呢，真係同阿陳日君搭下飛機啦，食下飯吹下水。如果咁都叫虔誠，咁唔通有錢就高級啲咩？咁普通啲教徒係咪真係低人一等呢？咁呢啲人設真係有啲水分喎。咁黎智英同事形容佢係一言堂啦，即係話呢，佢本質呢唔係一個民主嘅人嚟嘅。不過呢，偏偏又成為呢個民主鬥士嘅 icon 喎。點解會咁呢？就係因為啊，佢識得用《蘋果日報》去宣傳美式嘅民主啊，踩低我哋祖國，加埋有錢啦，養住一班泛民嘅先人，好似咩陳日君啊、陳方安生啊、梁家傑嗰啲，全部都係佢嘅戰友啊。咁樣佢自然成為呢個泛民嘅領頭羊啦。咁講到黎智英坐監啦，佢哋又碌多一個人質出嚟啦，話佢坐監冇得治療，仲話可能死咗喺嗰度添。佢個仔黎純恩啊，2020年咧走咗去外國啦，幾年都冇翻過嚟香港啊，連佢老豆都冇見過一面。但係喺外國咧就成日話佢老豆好慘啦，糖尿病又好嚴重，精神又好差嚇。就最近連佢個女黎彩都走埋出嚟一唱一和啊，大聲話佢老豆病到就嚟死啦。咁樣搞真係真心關心呢？定係想快啲分佢身家呢？咁啊，事實上啦，黎智英喺監倉嘅待遇咧，簡直係天花板級別嘅。當年好多越南人呢，特登偷渡嚟香港坐監，就係博呢啲免費醫療啊，治好啲疑難雜症之後再出嚟瀟灑過活啊。而黎智英呢位升級囚犯呢，隨時睇病，仲有懲教處安排心臟監察俾佢嘅健康添。日日喺法庭仲有救護員 stand by 啊，呢啲服務啊，連普通市民都係未必有嘅。咁喺2024年嘅11月啦，黎智英喺法庭嗰度自辯呢，中氣十足嘅。而早之前嘅結案陳詞呢，佢話心口唔舒服喎，懲教處馬上安排啲醫療設備幫佢啦。早排見到佢雖然係清減咗嘅，但精神好好啊。今日唔少人花10幾廿萬去美容啊、健身啊，都係想健康瘦。但係黎智英呢喺監獄呢竟然免費達成喎，真係羨慕死人咩？咁啊，有啲海外嘅律師團隊呢，成日話黎智英喺監倉入邊冇得領呢個聖體，仲話呢宗教自由呢被侵犯喎。又喺聯合國嗰度大聲喺度申訴啊！但本隊嘅律師團隊咧早已經澄清㗎啦。咁啊，其實黎智英自己咧選擇唔需要神父幫佢做彌撒領聖體嘅。咁樣講啊，嗰班海外律師團隊係咪呃人呢？定係冇 fact check 嘅指控真係亂噏當秘笈呢？咁黎智英而家被判監20年啦，美西方咧就更加開心啦，可以無限捋佢咧受迫害嘅劇本，日日唱衰香港嘅司法制度喎。咁啊，其實佢哋巴不得黎智英早日壯烈犧牲啊！咁樣咧可以更加大聲唱衰呢個中央同埋特區政府。對佢哋嚟講咧，黎智英嘅生死根本唔重要嘅，佢只不過係一隻棋子啦。無論佢係繼續生存啦，定係坐監坐到死啊，
都可以被擼住嚟利用啊！咁啊，大家就諗清楚啦，唔好俾呢啲無限擼嘅假象呃到。黎智英嘅故事呢，根本唔係咩英雄悲劇英雄啦，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政治大龍鳳啊！好啦，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